Max Verstappen 呢個名喺 F1 界裏面幾乎等同於勝利，甚至乎可以話佢係世界上最快嘅男人。由摩納哥嘅街道賽去到柏林嘅國際賽車場，佢幾乎喺每一條嘅 F1 賽道都試過攞冠軍嘅滋味。除咗一個地方，呢個就係新加坡濱海灣賽道。喺啱啱結束嘅比賽裏面，盡管 Max Verstappen 拼盡全力，但係最終都只係攞到第2名。而呢個世界上最快嘅男人，依舊未可以喺呢度封王。呢個究竟係點解呢？係運氣唔好、賽道嘅特性，定係車手嘅技術未到家呢？回顧歷史 ，Verstappen 喺新加坡嘅遭遇千奇百怪，由早年嘅離合器故障、引擎故障，到著名嘅三文治起跑撞車。而新加坡作為典型嘅高下壓力街道賽，對賽車嘅低速彎性能係要求極高。而過去幾年呢個並非 Red Bull 嘅強項，但係千祈唔好睇小呢個亞軍。喺連續 Monza 同埋 Baku 2場勝利之後 ，Verstappen 帶住強大嘅氣勢嚟到呢條魔咒賽道，攞住第2名，意味住佢成功咁將積分榜領先者 Piastri 嘅距離進一步縮小。呢個唔單止係佢喺新加坡最佳嘅成績，更加係對總冠軍發起衝擊嘅關鍵一步。Max Verstappen 嘅呢個魔咒仲未打破，而呢個亞軍又可唔可以幫佢獲取年度車手冠軍呢？大家一齊拭目以待。